哦，这个所在就是这个博物馆，看起来足清幽的呢。嗯。哎，这哪有一只狗啊？嘿，这高水的呢。来，哎，一定有像园长呢。哈，是这样园长哦。是这园长哦。园长你好。哎，不是，小弟。啊啦。哎，唔人园长，这毛牌啊？哈？这。啊。哦，那个扫者。我甲 scan 一下。哦，对啦，你好，哦，你真乖啊。哦，来。小馆。看卖哦。三湘花园水道博物馆。1912年由台湾自来水之父英国的威廉·伯顿，啊，个日本的哈马诺亚西罗，甲哈达友一上共同计划建造水源处置专门区。当时啊，台南上重要的水道水工程，现时是台湾保存上完整的日本时代水道设施哦。哦，所以讲这嘛是甲哈达友一上有关系啦。系啊，哦，而且你甲看这园长踮伫这所在咧，甲咱迎接呢。给咱欢迎了，对。嘿啦，甲咱欢迎啦。啊，园长，你敢会当替咱小解替阮小解？伊无要插我。我看咱也是靠家己啦。好，咱来啦。好啦，园长再会。再会啦，吼。这大咧。哎呀，而且看起来，这足特别的呢。你看迄安尼一罐那罐头诶，哦，这大的罐头，这大罐头，这太徛一个人啊？唔知是谁呢？佮徛伫咧中间。对啊，而且这酷色菜安尼，看起来足缘投的款哦。哦，我敢问一下啊？请问你是？哈，欢迎来到这届旅程的最后一站三湘花园水道博物馆。这上尾一站吗？是，我是恁这集的馆主，三湘花园水道博物馆的馆长。哦，馆长你好，馆长你好。这两天你我辛苦啊吼，上山下海，走足济所在。有啊，是，为海边啊行去山里。馆长拢知影。系啊，你拢知影呢。入来遮，恁家感觉讲这所在是足特别的所在。系啊，有足侪罐头的呢。这不是罐头，这是当初过滤水的设备，内底是有底沙。阮这个所在吼，是当初是咧制造水，互台南市民啉的。吼，恁两个安尼这几工这尔啊辛苦吼，来到遮当然有一个礼物在遮，互恁好好啊啉台南上甘甜的水。水哦，对，啊，恁家己去敬一下。好啦，我啉啦，我做纳凉的呀。哦，你是纳凉的啊？你较辛苦啦，好不好？你拢跋要海内底啊咧，馆长。哦是哦。系啊。哎呦。这可能哦，你来啉大罐的哦。无啦，我想讲你，互你啉较济啊，嘿。我欠水哦。啉济才有啉济水才会水哦。对。我靠水啦，好啦，我啉大罐的啦。好，嘿，等下。阮遮咧啉水是有规矩的。啊？规矩？嘿。因为恁头来遮，这间是过滤的，系啊。但是呢，其实阮有另外一个所在，水该清去了，伊爱去碰布，送去伫个对面的一个净水池遐。是。啊，这个碰布的过程呢，就是利用这个吸的力，所以呢，恁今日就是人体碰布。人体碰布啊，阮而且有这会当佚佗的这方式，就是来细罐的2支。大罐的3支合起来，恁今日就安尼甲啉起，啊，看你的这个吸的力，有法度甲这个水吸入咧腹肚咯，所以这罐好好啊啉，啉到明仔载我来甲啉好了。哦，好大就对啊，好大，慢慢啊啉，慢慢啊啉，嘿，水是甘甜的，甲台南人的感情共款。刚刚加较歹做淡薄。我是今日都最大。啊。袂歹，因为阮遮有做水道，所以遮出的水是绝对是上好的。是讲吼，水啉落，虽然讲遮是最后一站嘛，但是既然啉水，嘛是搁爱做工课哦。搁哦，最后搁有一个足重要的仪式。哦，什么仪式？这就是恁等下会去的所在。任务最后一里路，前往三湘水道净水池找找宝藏。宝藏？有宝藏哦！你去到遐，爱经过一条足悬的这个楼梯。然后到顶悬，你就会看到这个所在，美术节是欧洲的城堡的感觉。有诶，有成诶。对，迄内底就恁这道任务上后、上最后，
必须要杀掉一个宝藏。摕到宝藏了呢，咱就会当在遮来树荫顶悬，迄个吹风、啉水、开讲，安尼好吗？好好好好，我这一罐哦，会当点到遐。嘿啦，会当冻足久诶。好动诶，绝对我都冻到遐，好唔好？好，安尼我就无送，事行。多谢关长关长多谢事行。好。多谢。就是这。对啊，上尾啊一罐，我会记伊敢若有200几间的款哦。是哦。敢若是，来，哪行哪讲，咱这阵嘛是行足济所在的。对啊，行来较知影讲，原来这嘛是一个最重要的所在。当然啦。对啊，所以即摆咧行这段路，迄个心情就完全无共款啊。系啊。呀，毋过你敢有去过？我冇入去，迄当入去哦。我知啊。毋过，啊，咁是你入去内底？咁是？咱要来找宝藏。宝藏。宝藏。开看卖。哦，好啊。密码神嘞！哎，小弟，内底哪有一个光光的物件啊？你来看卖啊！我来讲头一个啦。哎，是一个箱仔的，这敢是宝藏？应该就是这吧？我看到其他物件。系啊。啊无，开啊！水文化之路闯关成功，成功吗？完成啊！所以讲，这就是这条路的宝藏。哦，这条路行了有够长的呢。好啦，那呢，咱就把这宝藏留伫遮，我后壁的人搁继续来敲找，安尼较好。好。等来。我倒来到遮，西江内海，对遮开始的呢，两个。啊，各位遮来结束。这段路咱是行足久的哦。啊，我就收息的啦。这当然啦。系啊。系啊。你看，咱一开始为遮出海，啊，开始去行这内海之路，找着海消息的方法，去理解讲，海消息啊，伊走去倒位去啊。所以讲，要看对青梅竹马熟悉。一开始咱是。有听过这个光厝走客人的故事，这有影我本地就知影，系啊系啊。啊，毋过尾啊，我才知影佫有这个。行到咱的大街去，他讲光厝嘛走水库。而且佫光厝佫起厝。系啊。系啊，会当保存落来。啊，毋过这嘛见证咱人面对环境无共款的变化。系啊，有无共款的应对方式。系啊，有影是会当互咱合适的一种心情。咱安尼一路安尼，佫去你佫较悬的所在，去出去专门去源头。也毋过咱行到山顶，嘛才发现讲，虽然讲有好处，毋过嘛有看到另外一面啊。有影是迄有够互我足震撼的啦。对啊，较知影讲，咱咧享受遮的成果，原来后壁有一群人，其实因咧忍受苦果。我感觉这段路行起来，我一直咧看到人面对环境的过程。人加自然的关系，我印象上深。原来咱就是行入专门溪的这条水路顶面。所以咱行过这段路，才发现讲，爱珍惜。珍惜一切。感谢一切。我是山海船钓新一路等待港，行到玉山真无简单，真轻松。海北淡林行到3952公尺高，我会为你2万，这条山路通台湾。台湾是世界最山，通人西北的山路，唔免北北阮拢直接插你靠山。四口人那些海花，说归村下树，当美丽台湾的爱靠咱的。
来暂时。有人靠海食青掠长布袋维持因的生活，有人开伫摆啊来海来去满船坐笑蚵仔，有人徛伫溪边特别戏剧互兴掠去文化，有人钓到做是辛苦打烊，倒伫北门前仔脚地顶，乌豆鸟仔飞过江分地带，刷步去只海洋，遐伫困看倒风来，海台人三百旗的自头到尾拢有价值。